咁嚟緊呢個咧都係夏季嘅時間咧，我哋先會推出嘅一個克羅地亞嘅海外深度遊之旅啊。咁啊，除咗克羅地亞咧，喺呢個行程咧都會去埋斯洛文尼亞啦，亦都會去埋呢個嘅黑山嘅。咁啊，講起啱時節咧，呢一段時間咧一定要去北歐地球斜住自轉，咁啊圍住個太陽公轉。所以咧去到某個時間咧，一啲比較偏北緯度嘅地方或者國家咧，咁啊就會睇到一個好特別嘅天文奇觀，就係午夜太陽啦。世界那麼大，旅遊時機最緊要捉得快。大家好，我係你哋嘅領隊 Van 仔。我係你嘅領隊阿 Kirk。Van 仔啊，點解旅遊時機要捉得快呢？因為咧，我哋去唔同嘅國家啦，佢哋都會有一個比較理想，而且比較時令嘅季節咧，去到參觀同埋遊覽嘅。咁啊，嚟緊就進入夏天啦。夏天咧就最適宜去咩咧？去歐洲各個國家咧去遊歷同埋參觀啦。咁想知道今集會介紹邊幾個歐洲團俾大家咧？記得要坐定定睇到最後啊，因為仲有優惠送俾大家㗎。咁精彩嘅旅遊節目，記得 Like、share 啦，同埋 subscribe，同埋撳埋個鐘仔。優惠優先睇。好，事不宜遲，Van仔嚟到第一個我哋要介紹嘅旅行團啦。咁講起進入夏天第一時間要遊覽嘅歐洲嘅國度咧，我覺得一定係呢一個，就係希臘啦。原來希臘咧喺冬天嘅時間咧，佢哋嘅出邊嘅海浪咧都會比較大嘅，咁啊唔適宜出啲小島玩。一進入夏天咧，哇就係旺季啦，等大家咧可以感受下呢個藍天白雲嘅風情啊！而喺夏天嘅時候啦，我哋去到希臘啦，都一定會去兩個唔同嘅島嶼嘅喎，其中咧包括咗有米克洛斯島同埋呢個聖圖維里島啊。咁講起呢兩個小島咧，大家就一定會諗起咧喺我哋嘅希臘啊明信片上面嘅相片啊，因為呢兩個嘅小島咧就係明信片上面嘅著名嘅打卡位啦。呢啲打卡位一定係藍白色小屋啦，同埋呢一個非常之靚嘅夕陽嘅美景。係啊，藍天白雲啦，喺傍晚時間欣賞夕陽美景，仲可以坐喺酒吧嗰度咧傾下偈、談談心，係咪先？咁啊，加上咧，我哋呢個嘅行程入邊咧都有充足嘅自由活動俾時間咧俾大家嘅喎，同埋亦都可以跟住我哋嘅專業領隊去遊覽呢個小島啊。不過講起呢一個叫做希臘嘅藍天白雲、地中海風情之外咧，講起希臘一定會諗起佢哋嘅古蹟啦。而啲古蹟文化咧，我哋都會一定會去到雅典呢個地方。雅典我哋會參觀啲咩嘅景點啊？Kurt？因為講真啦，講起四大文明啦，講古文明就一定會諗起希臘噶啦，所以咧大家咧一定要去到雅典呢個地方咧去參觀，譬如丘古衛城啦、宙斯神殿啦，同埋呢個巴特隆神殿嘅喎。喺10天嘅行程入邊咧，我哋仲會去到一個叫天空之城嘅地方。係啊，呢個天空之城個名字咧非常之厲害，叫梅提歐拉。咁啊，其實咧喺呢個地方咧就可以欣賞到呢個拜占庭式嘅岩頂嘅修道院或者教堂啊。我哋仲會去到希臘嘅中部一個叫斯坦山嘅地方，而呢度咧亦都係最出名以一個人手編織嘅地氈啦、芝士啦同埋紅酒而世界聞名嘅喎。哇！地氈、芝士、紅酒呢啲簡直係貴族嘅生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除咗貴族嘅生活可以俾大家感受到之外咧，亦都感受下少數民族即係民族嘅特色啊。所以今次咧呢個旅程咧喺10天旅程入邊咧，都會安排一個叫雅典之夜俾大家咧欣賞下地道嘅民族歌舞，食埋個晚餐㗎。冇錯，咁精彩豐富嘅行程，你當然要快啲報名啦。所以留意以下嘅 QR code。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咧就屬於伊斯蘭教嘅文化，伊斯蘭教咧就有齋戒月喎。不過咧已經過今年嘅齋戒月咧已經係過咗㗎啦。咁所以嚟緊嘅時候咧就唔需要擔心齋戒月咧會影響大家啲景點啊或者行程上嘅參觀啊。所以嚟緊咧亦都係最適宜咧去杜拜嘅其中一個時間啊。咁去到杜拜做啲乜嘢好咧？杜拜啊，我哋一定要去一個我哋團隊包咗一個叫 Lost Canvas 喺亞特蘭蒂斯酒店入邊嘅海底世界啦。咁喺呢個海底世界入邊咧，有超過65,000隻海洋生物嘅喎。咁精彩嘅海洋生物，大家沉住呢個海底世界咧，一定咧樂而忘返，忘記咗時間㗎啦。咁講真啦，杜拜咁奢華嘅地方，佢仲有一個咧叫沉浸式嘅藝術館啊。咁啊喺度咧有好多嘅燈光啦，入到去咧係用永恆作為呢個嘅自然嘅作為主題啊，入到去咧亦都係打卡打到手軟㗎。咁除咗呢啲海洋館啦、沉浸嘅藝術世界啦，當然要去感受下伊斯蘭教嘅文化啦。團隊入邊咧，我哋仲會安排我哋去到世界第3大嘅清真寺阿布達
比大清真寺。喺呢個清真寺入邊啦，有超過1200條呢個大理石柱啦，佢哋咧係全部都係用人手去鑲咗一啲非常之名貴嘅配飾喺上邊㗎，而且喺裏邊咧亦都有全世界最大嘅水晶吊燈㗎喎。哇！除咗咁奢華嘅清真寺之外啦，去到杜拜一定要欣賞埋咧最奢華嘅觀光塔，就係哈利法塔啦。咁我哋會上到去咧124層樓嘅觀光層咧，俯瞰杜拜嘅景色㗎，非常之震撼㗎。咁講開大呢樣嘢、高呢樣嘢，我哋杜拜都有一個好大嘅 shopping mall 㗎喎。阿 Q 定係想講杜拜 mall 啦。杜拜 mall 入邊咧有超過1000間唔同嘅商店林立嘅喎。咁咧我哋咧團隊都會係安排去到杜拜 mall 度有足夠嘅時間俾團友去到慢慢購物啦。仲會帶大家去啲地道嘅市集啊、黃金街嗰度 shopping 啊。除咗大人可以 shopping 之外咧，小朋友咧都唔怕嘅喎，因為我哋仲有一個全球首個法拉利嘅主題樂園咧，包埋你昂貴門票暢玩，以及咧去到呢個水上樂園玩㗎。咁除咗行街、shopping 睇景點之外，最緊要咧就係品嚐下地道嘅特色美食啦。除咗喺呢個行程入邊，你可以品嚐到地道嘅阿拉伯菜式之外咧，仲可以咧食嗰啲其他亞洲嘅菜式嘅喎。我知道今次團隊咧都好特別安排咗啦，我哋可以喺杜拜嘅鼎泰豐度享用呢個小籠包。係啊，鼎泰豐食下嘢啦，之餘咧，亦都會食下啲泰式餐啦，甚至有中式嘅點心餐，仲要喺香格里拉嘅酒店入邊咧去品嚐㗎。因為講真啦，阿拉伯菜係咧好多香港朋友都想試，但係試完之後咧都會想試翻啲地道嘅我哋亞洲嘅其他菜式。為咗符合各位嘅朋友嘅需要咧，我哋呢個團隊咧就特別安排咗呢一個嘅模式，等大家咧可以又食得開心，又食得舒服喎。咁精彩嘅杜拜之旅咧，你一定要參加啦！所以記得留意以下嘅 QR code。咁嚟緊呢個咧都係夏季嘅時間咧，我哋先會推出嘅一個克羅地亞嘅海懷深度遊之旅啊！咁除咗克羅地亞咧，喺個行程咧都會去埋斯洛文尼亞啦，亦都會去埋呢個嘅黑山嘅。你知唔知克羅地亞有啲咩出名咧？克羅地亞最出名係咪十六湖國家公園啊？冇錯啦，最出名就其中一個十六湖國家公園啦，佢有歐洲九寨溝之稱㗎。但係原來克羅地亞咧，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沿海城市啊。因為克羅地亞嘅沿海線咧就對住亞得里亞海，而亞得里亞海咧就係地中海一部分嘅水域啊。咁啊，其中咧最出名嘅沿海城市咧就係杜布羅夫尼克古城啦。呢個古城咧好出名㗎，出名在於乜嘢咧？就係佢啲橙色嘅瓦頂，又配上藍天白雲。最緊要，我相信你有追過嘅呢套電視劇，佢亦都係《權力遊戲》嘅其中一個拍攝地啊。咁啊，我哋會欣賞到呢個咁出名嘅古城啦，會去埋佢城牆參觀啦，之後再坐船去埋佢附近嘅小島嶼咧去參觀。嗰個小島嶼咧，亦都係拍攝《權力遊戲》君臨城嘅其中一個主要場景嚟㗎。咁除咗呢一個嘅沿海城市杜邦尼之外咧，亦都去埋第二個斯普利特，而斯普利特咧亦都係我哋克羅地亞咧第二大嘅城市嚟嘅喎，亦都係昔日咧羅馬帝國嘅重鎮㗎。咁而斯普利特入邊最出名咧就係戴克里先宮啦。呢個咧戴克里先其實就係我哋羅馬皇帝其中一個最著名嘅王者嚟㗎。咁我亦都可以欣賞到咧呢個古蹟。咁除咗斯普利特之外咧，我哋亦都會去埋呢個克羅地亞嘅其中另外一個城市叫做乜嘢咧？而呢個城市咧叫做普拉。喺普拉呢個城市咧，好多嘅建築物咧係以一個橙色屋頂為呢個重點嘅喎，亦都係一個好靚嘅沿海城市啦。而喺普拉入邊，我哋亦都會有一個重點嘅行程叫做普拉競技場。而呢個競技場咧喺公元前已經建成㗎啦，亦都係現今世上咧一個保存得非常之完整嘅羅馬競技場之一。咁講起呢啲古蹟咧，當然精彩啦。但係呢個克羅地亞嘅旅程咧，今次我哋有一個特別活動咧，除咗欣賞參觀之外，仲要大家身體力行喎。阿 Q 你一定係想講呢個松露嘅導賞團啦。咁我哋咧會去到呢個松露嘅森林啦，跟住佢哋嘅導賞員帶住佢哋嘅獵犬咧，去到揾呢一啲嘅松露。除咗可以了解到松露嘅特性之外啦，我哋亦都會喺呢一度咧享用佢哋嘅小食啦，同埋飲品，過一個非常之悠閒嘅下午嘅。我哋亦都會帶大家去埋第二個國家，就係斯洛文尼亞啦。而斯洛文尼亞最出名咧就係呢個布斯當拿嘅鐘乳石洞喎，因為呢個咧就係歐洲最大嘅鐘乳石洞之一嚟㗎。咁除咗鐘乳石洞之外咧，我哋斯洛文尼亞仲有一個地方好出名，就叫做碧湖啦。當然啦，碧湖城堡亦都係一個睇呢個湖光山色最重要嘅行程啦。咁除咗碧湖之外咧，我哋另外亦都會去一個叫博希利湖，又名波恩湖。而呢個波恩湖咧係位於呢個東阿爾卑斯山嘅山腳下邊，係斯洛文尼亞最大嘅天然湖泊嚟嘅。
冇錯啊！呢個天怡湖泊咧喺以往嘅既有嘅一啲嘅巴爾港半島行程咧都比較少去㗎，今次咧會帶埋大家去啊！咁當然啦，除咗呢一個咁出名嘅湖泊湖光山色之外咧，我哋亦都會帶大家去埋第3個國家咧，就係黑山啦。黑山咧亦都係著名嘅度假嘅地方同埋國家嚟㗎啦，因為望住亦都係望住亞得里亞海，亦都好多沿海嘅城市好出名㗎，包括有乜嘢咧？布德雅啦、科托爾啦。都係好出名嘅沿海城市啊！加上咧，亦都好多出名嘅電影咧，都喺度拍攝過。包括如果係荷里活大電影咧，就係007啦，《刺破皇家賭場》喺嗰度拍過啦。連我哋港產電影啊，一套叫《黃金兄弟》咧，都喺黑山取景㗎。我哋今次嘅克羅地亞深度遊咧，亦都係屬於我哋永安旅遊5鑽級別嘅團隊嚟嘅。喺呢個優質嘅住宿入邊咧，分別喺杜布羅夫尼克、斯普利特、里耶卡同埋扎格勒布咧，我哋都係提升入住5星級嘅酒店嘅。咁所以咁精彩嘅克羅地亞嘅深度遊，加上2個國家斯洛文尼亞以及黑山，大家咧一定要留意，快啲報名！想知道更加多詳情，要留意以下嘅 QR code 啦。好 ，Van 仔嚟到第4個我哋要推介俾大家嘅歐洲之旅啦。咁啊講起啱時節咧，呢一段時間咧一定要去北歐睇呢樣嘢。北歐睇呢樣嘢係咪午夜太陽啊？冇錯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地球嘅咧就係斜住咁樣咧自轉㗎，咁啊圍住個太陽公轉啊嘛。所以咧去到某個時間咧，一啲比較偏北緯度嘅地方或者國家咧，就會長期面住太陽啊，咁啊就會睇到一個好特別嘅天文奇觀，就係午夜太陽啦。而今次呢個歐洲北歐之旅咧，就會帶大家去到挪威呢個康寧斯灣。歐洲最北端嘅北角地方咧，去欣賞個午夜太陽喎。咁我哋亦都可以喺呢個地方咧，個北角郵局咧寄翻封信咧，將明信片咧翻到香港啊，嚟自最北嘅信件，幾有紀念價值啊！不過我知道咧，除咗呢度可以寄信啊、寄明信片之外咧，仲有一個地方我哋會帶大家去寄信嘅喎。我哋仲會去到呢個聖誕老人村啦。咁去嗰度咧係會分別有2個唔同嘅郵筒啦。一個郵筒就係你當日去到嘅時候就已經可以寄出你想所寫嘅明信片啦，或者聖誕卡。另外亦都有一個郵筒咧係可以留待去到聖誕節之前咧，佢先幫你寄翻去，亦都可以同到聖誕老人影相啊！咁啊，聖誕老人咧，你知唔知啊？佢平時坐咩交通工具嘅？聖誕老人坐鹿車咯。冇錯，所以今次咧會帶大家去埋馴鹿場，一睹咧北歐原住民生活嘅情況啦。咁所以喺呢個旅程咧都會帶到俾大家㗎。咁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挪威啦、芬蘭，我哋亦都會去瑞典喎。知唔知仲有啊？瑞典最出名係咩咧？我知。係肉丸同埋家私，冇錯，瑞典肉丸啦，當然同埋佢嘅家私都出名嘅。不過咧，仲有一樣嘢出名嘅，就係諾貝爾頒發嘅地方咧，原來就喺瑞典嘅市政廳度舉行㗎。咁啊，瑞典嘅市政廳咧入邊有黃金大廳啦、藍色大廳咧，而今次嘅旅行團咧會帶大家參觀埋㗎。咁除咗睇市政廳之外咧，亦都會睇下露天博物館啦，了解翻咧以前唔同年代瑞典人嘅生活情況。不過頭先所講啦，除咗芬蘭、挪威、瑞典，我哋仲會去多一個國家㗎，仲會去到丹麥呢個國家。丹麥又出名啲咩咧？丹麥係咪想我講嗰個曲奇餅咧？丹麥都話你中意食嘢啦，冇錯，丹麥都出名曲奇餅㗎。但係當然咧有一樣嘢咧，可能你細個咧都有睇佢嗰本書嘅，就係安徒生嘅童話故事啊。咁所以今次咧亦都會可以見到咧安徒生嘅地方。咁我哋咧會去到新港運河啦，可以見到啲彩色嘅屋仔，沿住個運河咧影相，就一影就影到丹麥最著名嘅打卡明信片嘅位置啦。咁除咗之外咧，除咗呢一個嘅叫做運河區之外咧，丹麥仲有啲好出名嘅城堡，譬如羅森堡城堡咧，都會帶大家去㗎。咁啊咁精彩嘅旅行團，咁適宜呢個時間就要去睇嘅午夜太陽啦，又可以餵到馴鹿啦，又可以去到聖誕老人村同聖誕老人影相，仲可以去埋諾貝爾頒發地方去睇埋安徒生銅像。哇！咁精彩嘅旅程咧，你咧一定要參加啦，所以記得留意以下嘅。QR code。Van仔，今集咧我哋就介紹咗4個歐洲 best timing 去嘅旅行團啊！咁精彩嘅旅行團當然有最精彩優惠啦！今集最高勁減800蚊，大家可以透過以下4個途徑去到報名，分別有分行、熱線中心、永安旅遊 App 同埋我哋永安旅遊網站。係啊，多方面嘅渠道俾大家報名啊！想知道更加多精彩嘅旅遊嘅資訊咧，記得每逢星期3留意我哋嘅開箱旅行團，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最緊要係撳埋個鐘仔，優惠優先睇。廣東省短線彩蛋優惠，
惠州美景純玩2天團，保證入住惠州國際品牌雙月灣潭月都喜天麗度假酒店，獨立抱持露台客房，品嚐酒店美食自助晚餐，蒜蓉蒸小青龍，每人半隻生蠔海鮮宴，一包醬汁窯雞加海龜型菠蘿包，暢玩180度海景空中泳池、親海泳池、沙灘漫步10倍，唔想錯過，立即報名啦！